係大家好啊！今日係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為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位於大埔嘅太和站鄰近商場鄰近嘅單位，永明花園係實用面積係470尺3房嘅間隔嘅。咁帶大家睇睇個單位嘅格式。咁呢個係客廳、廚房。有廚櫃啦、煮食爐、洗衣機、雪櫃、洗手間。咁個客廳係相當闊落嘅，咁係3房嘅設計啦。我哋睇下啲房間。房間係相當寬敞嘅，呢間係細房，有冷氣機。呢間中房有衣櫃。我哋睇間主人房，相當闊落。3房嘅設計。單位咧係東西通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俾電話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啦。係，多謝晒。